医生，医生吼，但是这个食是医生逼你食，敢是？哈，浅浅上爱笑哦，啥逼咱食，啥逼咱笑，啥逼咱选择的？谁？你自己要吃，自己选择要做，自己选择的量，这个量拢是家己拣的吼。可惜你出毛病时阵，你去找别人，你去找一个所谓医生来甲你医你的病。啊，但是啊，或许要搁来比如哦，你即个习惯唔改，你一直食，你看医生，敢食会好，敢看会好，敢有好一日？哈，各位姐姐，咱的习惯，甲我拢枵着，互伊枵足久，啊饱了袂食到腹肚够长的，很撑。我定定枵过去，啊饱了饱过食，食啊伤饱。你今日你即个病一直看医生，食搁100种的药啊，敢看会好？但是咱会一直看医生无？咱会一直感觉这个医生无效，还航班看无效，我搁来找一个心态无效，找医理无效，我来找一直找。所以浅浅找上上有效，爱找上上有效。咱来思考哦，因为即个问题你若无甲思考出来吼，你的发展的方向就一直，你要往坏的发展，啊往直的发展就无共款。因为咱人的生命发展的方向，伫咱灵魂存在时阵，伊就已经拢选定好。你甚至选定好，你定是要来，定是要转去，你拢选定好啊。所以人生你毋免惊讲哦，迄地动，袂地动，我伫天间甲我讲，迄地动哦，讲啥物？即摆愈冷愈热，地动爱细腻哦，定是有你南部足大的地动哦。哦，就讲爱细腻啦吼，少问下地动，敢会当细腻者？要细腻啊呐？要小心怎样？那正经要互你即栋，摇摇即栋要放落，你敢有讲你比伫遮比伫倒，你就无代志吗？啊，甚至你安看台人咱频道，演倒了有人我的无？所以啊，咱要讲来去拢有时阵啊，啊，这时阵嘛是咱家己定的。各位先生，所以你拢毋免烦恼讲毋知影定是。身体真歹，毋知要定是我会讲安那，你拢毋免烦恼嘿，你不用想这个，你只要想一项代志，想一项代志。来，有看到伊无？你活你安心无？你即活的当下，你有安心无？你有去欺骗着天，欺骗着地，还是你有去亏欠着你周围的人无？有没有？扪心自问一下，毋免讲出来，你伫你的心内。咱今仔现场咱拢是开过智慧，拢求过道的浅显人嘛吼。咱各位真人代表，咱感觉道真宝贵嘛是殊胜哦，咱拢感觉殊胜的，但是或许他都有请问咱各位浅显，你感觉殊胜倒一个？哦，这就是像人咧啉水哦，你啉着烧的，啉着冷的，只有你家己知。所以即摆你家己问，你过了，你活了这几年来，你即栋厝，你真咧用即栋厝，你用了有安心无？你过了你有安心无？还是你过了，你感觉讲我碰着啥物代志，我拢做惊惊，听着地动也做惊惊。啊，听着风台嘛做定定，听着风台会听到土石流。因为阮兜住在我家门前有小河，小河哪落雨落啥中泡水，啊后面有山坡，山坡啊落雨就土石流。所以就是像我家前面有小河，后面有山坡，做是叫做幸福的。即摆讲也听着即个领导笑安尼讲做烦恼的，因为安怎？因为落雨就烦恼，烦恼中水就是会烦恼做侪天然灾变。伊是咱人的心吼，各位先生，或许跟各位报告一下，物各有主，物各有主。啥物叫物各有主？这里过去生就咧甲你讲的是，虽然人讲的，你种瓜得瓜，啊种豆得豆，啊，就是讲你的业力、你的愿力，拢对你家己行。你即个人下落的愿力，伊就是对你行。你即个人做嘛无好，业力嘛对你行，伊敢会去对别人？袂啦，袂呢。所以阮国求主哦，所以讲角度，拢是对你的身躯边。
啊，对你个身躯边安尼讲吼，咱即世咱知影人受，咱知影咱已经是经过几世过几世，啊万多年来，咱到即拢无离开着即条道的金线，咱拢一直伫遮。但是是安怎咱的命运，有时啊起起落落，坎坎坷坷，为虾米也是无法度改变？这就是咱爱去深思的。啥物叫做你食那受到啊个遮尔啊坎坷，遮尔啊袂顺势？这就是第三个咱要去想的。你的袂顺势，你有欢喜无？那各位浅浅，敢有啥爱无顺利的？无人爱吼。但是你即无顺利，你的心内有欢喜受无？敢有？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哦。修行毋是等爱顺势吗？修行毋是等拢爱去找一帆风顺吗？修行哪会考验？修行哪有遮侪有诶无诶？各位浅浅，咱敢有思考过？修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？不管是人事也好，不管是物质也好，不管是外在内在，你有遮尔啊侪人讲诶坎坎坷坷、坎坷啊！啊，遮个坎坎坷坷，咱比如一个简单的道理。咱过去拢有听过一个道理吼，一个故事吼，迄莲花池的迄个莲花神啊，伊是毋是伫咧莲花池顶悬生做个莲花？啊，有一个修了真好的人，就去甲挽一蕊吼，迄个莲花神就来讲，你的功德拢无去啊，因为你挽迄个哦，你挽迄个莲花，吼，就是一个已经偷了那一个念头起来，你以前做的功德拢无去，吼，伊就安尼，哪会安尼吼，就生气。啊，即摆做受气的了哦，佫有一个第一个因咧装甲人一个做歹的人哦，应该拢有听过嘛吼，我就简单跳过。伊若去遐挽一蕊，迄个挽一蕊了，迄个人讲无代志，佮讲话啊，迄个人讲吼，伊讲伊挽迄蕊嘛要摕去献，一个是挽倒来献家己的饭啊，啊一个是讲挽了我嘛要来献啊，献落骨啊，献落阮遐个公庙的骨啊，生骨啊，啊伊讲安尼伊有讲对讲。你白白讲挽一蕊，谁那我就爱出关，我就要受处罚。啊，伊就无代志，伊个讲伊有讲爱家己讲。好学做一个最基本的基本的比喻。恁伫厝，恁家己的囡仔做了无好，你会一直甲拍破啊？你即道你做了无好，还是你会甲骂？哈？你先生，你会甲骂无？会哦，你甲责备啊！啊，这样你是安怎要甲责备？责备他的动机是什么？怕发生事情。希望他好，希望他改善，改过向善，对吧？甲这个无好，改掉袂变更较好诶，是毋是？今仔一个修行甲一个看淡的人，如果伊看到任何物件，伊就想要甲骗，伊就想讲我真正无人诶，我甲挽落来，可是我也是要来强迫的啊。感觉即个行为刚好各位浅显。我看到路边啊无人诶，我就甲摕，摕来阮兜。我每几年讲强阮兜诶骨啊，吼。讲是讲好听，讲我来强骨啊。但是呢，人讲诶啊，问你无甲问，你就甲摕，伊为了你讲啦，吼，莫甲讲。那莫讲种白话，这个是种很不礼貌的，吼。谈不问的极为偷安嘞，每次规内面拢有甲咱讲，恁怎拢安尼甲人讲？但是咱咧做的时阵，咱搞感觉咱是咧偷。所以先生，你咧做的讲，你敢有感觉你咧偷？敢有咧偷？上回你是咧偷无？这嘛是甲咱比喻，这嘛是咧甲咱比喻一个，咱人常常起心动念，迄个念头一出来，你无去发现的时阵，当伊变成一个行为。当伊变成一个因为的因就是数学一，开始个加上一等于2倍数成长。啊，咱若要讲吼，囡仔拢无要是大人的，敢是？咱嘛做过囡仔吼，敢是？咱细汉了是大人的时阵，总欢喜也是做生气。哈，恁老实讲，恁总欢喜的吼。是大人的了，哈！你个人讲，谢谢妈妈，谢谢爸爸，敢有养平？无啦，拢嘛条咧，照靠地上看到地我看歹，我拢无没，这拢无，这拢无，弟弟拢无，就拢骂我，无？会记啊？站下站地无？啊，长课拢修理拢会变
内袂平复无？啊，这嘛要讲，一个有讲处罚的人，代表有人关心吼。如果今仔一个人做了无好，嘛无人甲讲，或许比喻一个上简单。或许吼是一个足低分的人，我若看人喺路边哦，暗时啊，骑车无开电话，开车无开电话，我就头毛干了，大声甲看，你无开电话哦。啊，我是做囝拢会讲，你莫遐低分敢好，但有啥有你惊着无？头拄摆用讲话惊着咧，会啊，但是惊着较要紧，还是伊无开电话用撞着较要紧？哪一个？你甲话，你讲拢毋好吧？哦，咱家己各自心中有答案哦。有一日好想讲拢真诶哦，行，一个小姐行过来，好想讲，小姐，你哪里无用？啊，伊当下有做歹势无？伊做歹势哦，但是伊有救起吼，伊救起伊甲我讲啥？谢谢，啊，这个做歹势，恁走。但是好想要讲哦，我今仔看到你拉链无救，我拢毋甲你讲，因为我甲你讲你会生气啊，我毋甲你讲。安尼你看着，明仔日嘛毋甲你讲，浅浅看着，浅浅嘛我无甲你讲，你爱打啦，透早出门暗时啊回来，暗时啊回来，当你要上厕所还是暗时啊回来，当你要甲这条裤穿，你看你拉链无救，你当下你家己安怎？敢会比迄个哎呀好害羞，比迄个当下害羞好，还是人家你事后家己遐咧懊悔的好？哪一个好？你出糗哪一个多？哈？歹看的时阵，是毋是头前那几个看着甲你讲的人尔？啊，你若拢无讲，后尾啊嘛拢无甲你讲的，你歹看是安那？你周遭所有的人都看到你的不堪。各位浅浅懂这个道理吗？这个道理叫做的呢？你伫厝内面，你伫学堂内面，你伫工课上内面，有人甲你指责，有人甲你讲啊，自己啊，安啥改变一下啥安怎？我听袂落去，我听袂落去，我感觉伊讲的无道理。自我意识大的时阵吼，你会开始安怎？这个啥意思？这个啥意思？写咧让我看无吼，好，写较大字。这个啥意思？内啦，内面啦，内面内在迄个内内面。咱拢是为内面咧反省家己，也是为内面。咱拢是咧大家己，也是咧反省家己。咱拢倒一个，咱拢倒一个，咱人拢是爱民主行汉室，所以咱拢贵来讲，咱拢不喜欢人家讲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人愿意跟我们讲，这个人也是无对，有可能的，你没无？有可能无？你看今仔若甲迄个小姐安尼讲，伊也当莫接受。今仔你甲安尼讲人哦，若是一个男生甲讲，伊可能甲骂哦，对不对？变态，敢会？这个敢会变态哦，有可能无？很难讲啊。每一个人为啥人讲啊，我好心啊，我去互驴精，有无？咱常常咧讲好心又没好报，其实好心毋是没好报，或许人家敢若好心绝对有好报。啊，你讲，那么我好心无好报是啥物结果？好心无好报，其实那个只是一个，待会我们要讲，它只是一个马拉松的距离，它是一个距离，远近的距离，它毋是无好报，是报的时间的久长，报的时间的中长远程，安尼敢听？报的时间的较久、较近、较短、较长，报的无同时间，绝对拢报会着。啊，所以咱来把握同学。把握这个机会，当咱咧甲讲的时阵，你有把握机会讲，啊，感恩哦。人讲咱不是人，你来啊，感谢慈悲，啊，你讲我分的，你甲我学热的，啊是人讲啊，你不是人，迄个佛嘛吼，你毋是人，你做受气的不跳，人要学了你是人，你个人要学了你是不，你个不跳。各位先生，全在你的当下，你安怎去思考家己？因为
这个是咱线来重点吼，方向决定着你要到的速度。咱即拢知影，咱伫高雄要去台北，咱有几个方式来，咱拢知影。坐飞机，哦，坐高铁，坐火车，做啥？坐机车、行路、脚踏车，对不对？拢会到，好。你拢知影会到哦，但是真正问题哦。你真要倒去天堂，你知影要哪倒去无？我真是我笑出来吼。你真要倒去天堂，你敢知影要哪倒去？了知？坐火车，坐高铁，坐飞机，骑脚踏车，行路，会到无？要灵魂。遐个人报道。太灵魂。要去天堂，爱有方法。有些人讲，我拢无方法要安怎？没方法也是一种方法。然后法无定论嘛，无方法嘛是一种法嘛，但是拢是一种法。只要因缘若成熟，你搁拢不动，你拢莫紧张，你徛伫遐你嘛成分，是只不过时间咱啊悠足长。咱来安尼来比喻啦吼，时间会拉很长。他说有他问咱呢，咱即摆倒去天堂，咱敢知影要哪去？哇，知影要哪去？着安尼修安尼啊，浅显讲啊，着爱就是伫生活当中啊吼，着加减啊听帮有缘来听，吼我若会当做会到，我尽量做。我浅显啊想好，咱拢迄个句啊，尽量尽量，啥物叫做尽量？你有没有尽心？你有没有真的尽到你的心吼？再来你问伊讲，你存在的价值，你即个人的存在的决定是啥？比如安尼讲啊，一个牵倒伫一个家庭内面，伊若无咧趁钱，无咧趁钱，伊伫即个家庭的存在价值、存在的发展是啥物？这可能就咱好啊思考啊吼。一个困倒伫家庭，拢无咧款内面，嘛无咧顾囡仔，伊伫即个家庭存在发展的意义，伊个是啥物？但是他会才甲咱报道吼。一个家庭绝对毋是咱用咱过去咱的想法讲，一定着爱牵倒去趁钱，困倒款内面，还是一定困倒着爱款内面，靠我着补助伊的爱。一个家庭内面，只要翁仔某两个会当平衡，两个人好就好啊，敢毋是？咱两个人好就好啊，但是咱伫边仔人拢会来食米粉，咱拢安怎？烧咯烧咯，敢咱要食？会奇怪，咱看人要食，咱拢替人讲烧的。人咧食的人咧，实实事事拢无法烧。咱伫边仔看人替做烧的吼，这拢要去思考问题哦。这是不止。这个仔囝尔，伫台湾啊，小小的伊交世界去比赛哦。你看，伊的体重也无比别人较重，悬嘛无比别人较重，但是我都伊也去世界伊袂比别人较重的这个举重。所以创造伊最难讲的。最精干短小的价值是啥？伊人世界很大，但是伊价值全世界拢知，摕金牌，规台湾大家即看着大家嘛拢知，金牌。咱着甲救倒转。咱一个人啊，拄仔咱讲，咱为着要食一顿饭，我们一开始或者分享讲，我们只是为了希望先求有，但是后壁拢讲啥？先求有，再求好。爱听好哦，求不完的。可是安尼，你先求有，搁求好，好以后咧，肯定更较好。所以咱有一条歌讲，好还要更好，一直好就要更较好。咱人的心哦，是一个人讲的，一个足大的欲望的一个坎吼，咱人袂变的。所以咱人常为着要追寻这幸福甲未来一个好的未来。你会失去足侪，你若心内想看觅，你为着要追求你的幸福甲你的未来，你真经失去啥物？咱要讲一个人迷啦，迷就毋知影方向，迷就毋知你进伫倒嘛，迷就毋知你即摆要做啥。上要紧的是边仔坐人一个人咧甲你翕，蛊惑你啊，你自己惑。惑宾馆是一个啥？似是而非的心，简单讲就是安尼，敢若对，敢若对，敢若对，敢若毋对，似是而非的心。你一个人的想法若像感觉讲，
我安尼做敢若对呢？啊做你讲，我安尼做敢若毋对呢？你的心插伫遐，有人伫边仔呢，甲你画来画去，你的心不定的时候，好像对又好像不对，你的心会用伫边仔迷惑去，你也毋知影你即摆咧做啥，啊，你的心的声音是啥？心的声音有可能是你两个人。咱若讲佛，咱即个身躯是佛甲魔共一体嘛吼。但是你咧运用的时阵，你开始安那，你错乱了哦，你开始错乱，因为你也搞不清楚，你即摆徛，咱徛徛，感觉讲我即摆位置有没有很重要？你即个位置真正有多重要啊？各位浅显，你即个真正位并无重要。重要的是你的人生，你所调的方向才是对。各位浅显，思考一下。你现在所站的位置，不管你是一个大头家，不管你是哪个新的，不管你是一个爸爸、一个妈妈，一个任何的角色拢好，迄拢毋是重要，重要是你人生，你人生所朝的方向是哪一个方向才是重点。因为你朝的方向决定了你要到达目的的距离，的速度。比如讲，我即摆咧开高速公路，要开对台北去，但是我一直开南下，我会到无？我一直开南下，我上款会到无？我上款会到啊！我一直开南下一直开，我开到为中正，搁开到为屏东，屏东我搁一直开花东，花东一直开到开到花莲，开到宜兰，开到台北，我会到无？我会到啊！但是我若方向对，我直接伫遮，我就开到北上，我开到台北，啥先到？方向对的人先到，敢是？啊，向方向毋对的人，伊伫迄个未到的过程，伊爱较红车顶无？咱嘛是爱停红车顶啊，咱要到目的地。咱比如安尼讲，红绿灯就是为了让大家去感受人生的意外，比较意外。我今天我时间好，我油门吹了一把，这个永远红绿灯，我要不要停下来？我会停得来呢。每个人都在牺牲你人生当中的红绿灯那些时间，停留，你爱停得来哦。因为你若无停落来，交通会大乱无？大家拢爱停红绿灯，大家拢要抢着我人生的，我一定要抢我人生的速度，大家拢抢着哦。你咧赶，我嘛咧赶，你让我嘛让，结果就会造成交通大乱，大家拢往自己会上，我们先搞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布施一些时间，让它挂时间，甚至让它挂点击，人生总是爱付出代价。或许就听啊，就时常会去听一些演讲。或许台的讲是讲，今仔咱里咱在功课，咱来两礼拜，其实都我们打击，不用缴钱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们今天进来，给你们一个签到表，你写签到表，进来每个人缴3万、缴5万、缴10万，不一定哦。你来个坐比较刚刚，那你讲呢？我不在意。你有顾钱的来听课，你敢会在意？搁浅显干的？你可能如果伊免受倒地入来，你讲我看到我倒一句无听到，等下就下来就来，你讲我看到我倒一句无听到，你搁顶讲一遍，我顶下一遍。你会战战兢兢，你会做烦恼，你无去听倒一句，听袂去失去倒一个道理，因为你惊你失去着你付出的物件，无得到相同等值回报。每个人的心中就很奇怪哦。今仔若是白白我的有付出的，我有付出的，我就足想要甲伊回报。就咱想，我饲囝大汉，囝爱养好无？各位先生拢唔认同？哎呀，你真是大爱啦！你若有饲囡仔大汉，你嘛希望囡仔会养好人啊，但是即摆拢流行一句话，讲饲囝应该啦，不好好像嘛说应该啦但是好像都有这一些人讲诶，似是而非的话，在给他迷惑，有无？其实这刚对啊，那去想想看，天地之间的运行不息，就是有传承。天地之间的运行就是有就是传承。那么如果讲囡仔，大家拢无去看家己是大人，大家拢是大人拢放的，拢去做家己的事业，无一个团，无一个心。安尼运作是不是就乱去啊？
天地之间，这是一个道的运行。是即摆人讲做者，做好讲，迄个名嘴有无？人讲诶，实的讲成活的。这即摆真正做侪哦，所以咱正来看，这字叫啥物字？理啊，道理的理，咱拢捌嘛吼。道理的理，安尼一字王，啊是理人的理，吼，但是就是伫你即个人的里面要去运用它吼。鼓励顶悬即字嘛叫做啥物字？咱敢知？上面这个字跟下面这个是同字，但是上面那个是古字。啊，因为鼓励拢爱点，有时啊点吼，以古早人写毛笔字嘛吼，有时啊点拢足麻烦的，点到尾啊，即摆发现下底即字叫啥物字？甲一个人按起来，吼，按起来埋，甲你埋起来，藏起来。所以点就啊无去，自然而然到现在演变就啊无去。但是鼓励内面全部是即个图内面，意思就是甲即个点，顶悬即个公明的，即点上公明的面路，甲伊安那下来，藏伫后壁，藏伫土内面，就是甲伊暗起来。人生啊，光明路暗起来，你即个人敢有光明？人生的光明面哦，你知影方向？像咱即摆咧有电火啊，你是拢装装。即若暗时啊，亲像暗时啊有捌来遮吼。电火若无开，遮敢有看无？电火无开安怎？暗时时啊，啊用光的吼，开始就用光的要入来，可能较讲看电火伫倒时，电火甲泡灯，但是电火啊泡灯光起来。咱人若光开，咱就敢知影道理了。但是咱定定伫常生活当中吼，拢常常自以为我想的我看的是对，咱来甲看这个影片，感受一下。